大家欣賞下嘅陸川嘅名款，Q 氏嘅名款啦，其實天呢係應該演出滿人富貴之人嘅風水布置，係高級靚靚嘅布置啊！大家欣賞下，嘅天呢貴等檢潮會嘅布置，嘅天攞陸川呢嘅渡邊青龍，渡邊青龍呢片狀切切周嘅，高樓三關片，別天要籌官網之人出來嘅天，就係數科風水數評價，前面啲片狀切切正常，所以而家嘅天呢出眼嘅啲啦，嘅黑山係金山嘅黑嘅，後面內龍呢係圖片，父母山圖片，站在片狀風幽浪漫，後面呢係水神奇狀，通天圖，所以個出嘅嘢咧過埋用家，大家就明白啦。你冇動卵頭冇動嘅新鮮嘅，唔知冇咁平價嘅東西，外界時間呢又係傻學嘅，大家就要買貴重之處，大家就了解下。後背嘅片狀呢，土功夫，土包起嘅，你抹過來，右邊拍符呢，嘅水神奇狀照下，右邊呢熱滿白。而扶搖，大家要動卵頭嘅你知啦，大倉大庫，隨後重重關鎖，前面呢觀音風州嘅片狀輯輯高樓三關，所以嘅天一就要籌本浪之年出嚟噶啦，而弄下中放身攆到出嚟嘅，大家明白就嚟啦，嘅天就冇動卵頭冇動嘅新鮮，所以呢就冇教片價啱啱喎，車各位選上啊！下次要再發多一視頻，大家選擇評論啦。因為數學嘅呢又冇學唔到啱唔到，大家要買佢做支柱嘅意見嘛。下次各位選擇。快手，看見每一種生活。